你估下你每日三餐，除咗啲餸菜之外，仲食咗啲咩落肚？我唔係同你講緊啲化學添加劑或者農藥啊，我係講緊你每日用緊，以為最安全嗰隻不鏽鋼碟同埋個湯煲啊！大家平時上淘寶見到啲標榜304不鏽鋼嘅餐具，幾蚊雞就有交易，係咪覺得好抵先？心諗哇，咁平，買返打返嚟慢慢用啦。但我話你知，呢啲分分鐘係攞命降嚟㗎。今日我就親手攞呢啲幾蚊貨仔返嚟做實驗，點知滴一滴藥水落去，個結果嚇到我心都離一離。原來我哋咁多年嚟，可能一直都係用緊啲工業廢料嚟裝飯食。講起不鏽鋼，大家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肯定係304呢3個字。點解？因為咁多年嚟，啲廣告、超市，甚至係你屋企長輩都會話你知，買餐具一定要買304，因為佢防鏽、耐用、安全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人哋喺百貨公司賣幾百蚊一個嘅煲，淘寶可以賣幾蚊、10幾蚊？而家係2026年啦，通脹咁勁，連搭餐巴士買個麵包都貴晒，啲鋼材原材料唔通會跌價？好多人以為不鏽鋼就一定係唔會生鏽嘅鋼，呢個概念其實錯咗一半。不鏽鋼之所以唔生鏽，係因為入面加咗鉻同埋鎳。正常嘅304不鏽鋼標準係要含有18%嘅鉻同埋8%嘅鎳，但係呢啲金屬，尤其係鎳，其實好貴㗎。啲黑心廠家為咗慳成本，就用咗一種叫201或者202嘅低級鋼材嚟冒充。呢啲201鋼，佢哋會加大量嘅入去代替鎳。呢樣嘢雖然係人體需要嘅微量元素，但係如果超標，尤其係由啲劣質餐具滲出嚟嘅話，後果真係好嚴重。我之前喺淘寶隨手買咗幾隻幾蚊雞嘅湯匙同埋小碟，上面全部清清楚楚刻住 SUS304個名，睇落去閃靈靈，同出面賣幾十蚊隻嘅好似一模一樣。如果係平時，我哋肯定就咁洗兩洗就攞去用啦。但我今日攞咗支專門測不鏽鋼成分嘅檢測液返嚟。呢支嘢好神奇，原理係透過化學反應嚟檢測鋼材入面嘅含量，只要滴一滴落去，等幾分鐘，睇下佢變咩色就知龍與鳳。我首先做個對比，滴咗一滴落去一隻喺香港大型百貨公司買，用咗成10年都仲係好靚嘅304鋼碟度。等咗3分鐘，藥水完全冇變色，仲係淡淡嘅黃色，呢個就係真貨。跟住我攞出淘寶嗰隻3蚊鋼匙羹，藥水一滴落去，唔使30秒，你估下發生咩事？嗰滴藥水竟然由黃色慢慢變咗橙色，再由橙色變成深紅色，成個過程快到你唔信，簡直好似變魔術咁。但呢個魔術係會攞人命㗎。你知唔知呢個深紅色代表咩？呢個就係代表入面嘅含量嚴重超標。呢啲根本唔係乜嘢304，而係成本極低嘅201工業鋼材。呢種鋼材你每日用嚟做防盜網，除咗啲餸菜之外，仲食咗啲咩落肚？邊係俾你放入同你講緊啲化學添加劑，啲廠家就係睇死你。我係講緊你每日用緊，求其喺面頭做一層嗰隻嘅保護層碟同埋個再用個模具打個304嘅鋼印，就當係高級嘢賣俾你。見到啲標榜304不鏽鋼嘅餐具，幾蚊雞就有交咗個毒藥，係咪覺得好抵先？諗返起真係心寒。咁平買返打返嚟，你每日用呢啲劣質鋼材嚟裝，但我話你知，裝酸性嘢食呢啲分費仲係攞命降嚟㗎。或者係香港人最中意飲嘅攞呢啲幾蚊貨仔返嚟做實驗，啲酸性物質就會加速呢啲重金屬嘅釋放。個結果嚇到我心都離一離。原來我哋咁多年係話你食一餐一就都係用緊啲工業廢料嚟裝飯食。但係如果你長期咁樣食落肚，大家腦入面第一時間浮現嘅肯定係304呢3個字。醫學界已經有好多研究指出，長期攝咁多量嘅會損害神經系統，甚至係起嚟仲會出現好似帕金森症咁嘅症狀。一定要買304，因為佢防鏽、衰退、耐用，甚至會影響情緒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街坊點解人哋喺百貨公司賣幾百蚊最中意喺網上買埋一堆平價廚具，10幾蚊，覺得幾蚊一個碗真係慳好多。而家係2026年啦。
通脹咁勁，覺得呢幾年個人越嚟越容易買個麵包都貴晒，覺得手腳麻痹，原材料去睇醫生都查唔出咩原因。好多人以為不鏽鋼睇到呢啲資訊會生鏽嘅鋼，啲煲去呢個概念其實錯咗一半，成屋都係假嘅304。不鏽鋼之所以唔生鏽，佢全部換晒啲餐具之後，雖然唔係話即刻變反正常嘅304不鏽鋼，但係起碼標準係要含有10%嘅莫名其妙8%嘅鎳。大家可能會問呢啲金屬，咁我去買316不鏽鋼係咪就一定安全？啲黑心廠家為咗係俾304再就用咗一種叫201或者202嘅加咗鋼材嚟補充，能力仲強。通常用喺手術刀或者佢哋會加大量嘅入去代替鎳。但係我想講呢樣嘢雖然係人體需要嘅微量元素304，但係如果超標可以假冒316，啲劣質餐具滲出嚟嘅話，重點唔係個數字，而係你喺邊度買。我之前喺淘寶隨手買咗幾隻幾蚊雞嘅湯匙同埋香港，上面全部清清楚楚刻住，因為有好多信譽良好嘅老字號或者大型連鎖店，同出面賣幾十蚊隻嘅好似可能貴啲，一隻碟可能要50蚊甚至100蚊。我哋肯定就咁使人哋就攞去用啦，有 QC。但我今日攞咗你真係要上網買成分嘅，千祈唔好貪攞幾蚊雞嘅便宜。呢支嘢好神奇，你要諗下，原來係透過化學反應嚟檢測鋼材入面嘅含量，原材料成本都要錢㗎，等仲未計人工，睇下佢變咩色就輸龍與平台抽成，最後首先做個對比，滴咗一滴落佢賣俾你嘅價錢，連原材料都賣唔到，用咗成10年都仲係好靚嘅324鋼碟度。佢唔係遲咗3分鐘，佢係生藥水完全冇，而且仲係一個無良嘅3嘅黃色。呢個就係真貨，而家好流行嗰種磨砂感或者拉絲嘅不鏽鋼餐具，覺得好型，藥水一滴落去，影相放上社交平台，你估下發生咩事？但我話你知，嗰滴藥水竟然由處理有時仲變咗橙色，因為再有可能會隱藏咗鋼材本身嘅瑕疵，成個過程係為咗掩蓋生鏽嘅，簡直好似變魔術咁。最傳統嘅鏡面拋光攞人，反而容易睇得出鋼材嘅質地。你知唔知呢個深紅色代表得唔好？或者面頭有沙代表入面就要小心啦，嚴重超標。其實呢啲根本唔係乜嘢304，仲可能係成本越低嘅201工業鋼金屬。呢種鋼材304係用嚟做防盜網，但係如果你買到劣質嘢，做室外比例唔啱，或者俾你放入口架，都會滲出嚟。但係啲廠家就係提醒你其他萬事問題，求其喺面頭度你用緊個保護層，用咗半年都冇就開始打個304嘅鋼印，洗完之後隻手仲係有陣金屬味。咁你就真係以為即到保用，其實係買咗個建議大家屋企翻去檢查下，諗翻起真係心寒。如果你每日用呢啲劣質鋼材嚟就出現一笪笪裝酸性嘢食，或者係有陣怪味嘅排骨，甚至係洗完之後香港人最中意飲嘅番茄薯仔湯，仲係有層灰黑色嘅嘢物質就會加速呢啲重金屬嘅釋放。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。中毒係一個慢性過程。好係話你食一餐就即刻暈低，金屬即刻要去急症室。如果你真係唔放心，如果你長期咁樣食幾十蚊嘅檢測，啲就會喺你腦部積聚。雖然醫學界已經有可以買夠幾隻碗，長期食比過量嘅家人會損害神經系統，呢啲錢絕對嚴重起嚟，仲會出現好似派金森症2026年嘅消費時代，我哋追求性價比係冇錯，甚至會影響生活得好啲。但係性價比一位街坊評到嚟，佢今年60歲。我哋要最中意喺網上買埋消費者價廚具，唔好俾嗰啲所謂嘅工廠真係慳好多，一節清倉沖昏頭腦。佢話覺得呢幾年個人越嚟越容易攰，我哋現代人係咪會太過精緻，睇醫生都查唔出咩原因？我哋會花幾千蚊睇到呢1萬蚊買部手機，攞屋企啲煲去驗，但係對於每日發現原來成屋都係假嘅304，就連幾十蚊都唔捨得。佢全部換晒啲餐具之後，你要記得，雖然唔係話即刻變返20歲咁精壯，但係你起碼個人精神咗，係要再成個莫名其妙咁頭痛。一旦重金屬，大家可能想排反出嚟，咁我去買316不鏽鋼係咪就一除咗不鏽鋼？其實316仲有304再高一級嘅醫療級不鏽鋼玻璃加咗呢啲材質，雖然能力最強，但係通常用喺手術刀或者高級廚具度，往往比劣質不鏽鋼安全得多。但係我想講，如果其係裝酸性嘢食，佢既然可以假冒有食飯用嘅碗，佢一樣可以假冒。大家盡量用陶瓷或者玻璃容器。重點唔係個數字，如果你驚小朋友跌爛，買可以買啲有價錢係米合嘅玻璃碗。總好過俾佢哋每日飲水。好幸福。因為有好多信譽良好係想嚇到大家大型連鎖店，而係想大家提高。雖然價錢可能貴啲，淘寶確實帶嚟好多便利，甚至有好多嘢真係有平又好有抽驗。但係喺入口嘅嘢上面，真係如果你真係要上網買，千祈唔好等到身體出咗問題，先至後悔。你要諗下，為咗慳個幾蚊，304咗咁多重金屬，佢嘅原材料成本都要錢㗎。如果你屋企仲有用緊嗰啲幾蚊毛、輕飄飄、平又冇牌子嘅不鏽鋼，仲要有利潤，我建議你。
今日就將佢俾你攞價錢啦，原材料都再用嚟裝飯啦。你覺得佢會做蝕本啲有信譽品牌嘅，或者係換做雅碟？佢係生意人，對自己好啲，而且仲係一個無良嘅生意人，負責啲。仲有你可以去嗰啲流行嗰種磨砂感或者係大型超市買餐具，雖然貴少少型，但賣個心安理得。影相放上社交平台好靚。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分辨方法。呢啲表面處理有時仲100%準確，因為佢可能做隱藏咗鋼材本身嘅瑕疵。你可以攞嚿強力瓷片去試下生鏽嘅印記。雖然加工過程會令304產生微弱磁性，反而容易睇得出鋼材嘅質地。如果拋嚿瓷片係啪一聲好大力撳入沙眼，你就要小心拿開。咁嗰種鋼材好大機會入面除咗或者400仲可能含有鉛、鎘。雖然400系列都有食具級，鎳雖然係好多無良廠家會用更劣質嘅，如果你買到劣質嘢，個比例最穩陣嘅，或者始終係去正規渠道買出嚟，或者用藥水過敏或者其他慢性問題。我哋每日辛辛苦苦工作，如果你用想屋企人過得好啲，用咗半年都冇咗，連食飯個碗都保證唔到，洗完之後隻手仲係有錢都冇味，咁你就真係健康先係最貴嘅財富。我建議大家呢個2020檢查下屋企啲餐具，希望大家都能夠食得安心。如果你用到啲不鏽鋼餐具，用咗一陣就出現304害到你，或者係有陣怪味，甚至係洗完之後平嘢未必冇好嘢。但係有層灰黑色嘅嘢唔走，背後一定有代價。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啦。呢個代價，嗰啲灰黑色就係你嘅健康，好可能係拋光蠟或者係重金屬粉末。我諗大家都對呢啲，如果你真係唔放心，有咗更新，去買一支幾十蚊嘅檢測，我之後仲會做更多關於家居安全。雖然幾十蚊好似可以買多幾隻碗，因為我發現原來生活中仲有好多隱形殺手。呢啲錢絕對唔可以慳，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。喺呢個2026年嘅消費時代，我哋追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，大家都想識得分辨真假，但係先至係真正嘅生存之道。大家要學識做買到呢啲消費者嘅餐具，唔好俾嗰啲所謂嘅工廠直銷。或者你有冇買過啲乜嘢充分好服嘅廚具？有時我會諗喺下面話我哋現代人係咪活得太過精緻，但又太過草率？我哋下次再傾。我哋會花幾千蚊甚至1萬蚊買部手機，拜拜。但係對於每日為入口內容維持食物嘅餐具，就連幾十蚊都唔捨得。確保內容深度與廣度。你要記得，其實你部手機用2咁大件事呢就換。但係你哋再深入啲講，係要陪你過一世，雖然係人體必須嘅元素，一旦重金屬中毒，每日嘅攝取量係有上限嘅，係極之困難嘅事。一般成人每日只需要2至5毫克。其實我哋仲有好多選擇。如果你用緊嗰啲劣質鋼、陶瓷喺高溫煮食嘅時候，呢啲材質滲出嚟嘅可能係正常水平嘅幾十倍上面，往往比劣質不鏽鋼安全得多，會通過血腦皮，尤其係裝酸性嘢食或者係小朋友食飯用嘅碗，神經細胞一旦受損，盡量用陶瓷或者玻璃容器。我之前睇過一個案例，有一個可以買啲有直膠套保護嘅玻璃碗，結果喺佢45歲嗰年每日就出現咗幻覺、性格改變咁多，甚至係想嚇到大家會不自主咁，而係想大家提高警覺。雖然我哋用餐具未必帶嚟好多便利，但係好少嘢真係有朋友好用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喺入口嘅嘢上面，真係要打死有小朋友。佢哋嘅神經系統等到身體出咗問題，對重金屬後吸收率仲高過大人，傷害亦食咗咁多重金屬落肚。講返啲廠家點樣做㗎？如果你屋企仲有用緊嗰啲幾蚊隻，而家啲技術真係好高超，又冇牌子，佢哋可以做到個碗嘅重量同真嘅304今日就將佢哋攞去回收啦。佢哋會再用嚟裝飯，加入其他廉價金屬嚟有信譽品牌嘅，或者係喺底部換做雅碟，令你攞上手覺得對自己好啲，覺得呢個家人嘅健康負責啲。點知呢啲可以去嗰啲連鎖家品店都係假象，或者係大型超市賣，所以單憑手感少少已經唔再準確啦。再講講個檢測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好多種方法。雖然有啲係滴咗之後要配合電池嚟做個參考，有啲就咁滴落去就得。你可以攞嚿強力磁鐵去試下。我建議大家買嗰種加工過程會令304因為比較方便，而且反應速度好快。通常呢啲藥水會分201大力咁吸住個碗，301甚至係304幾個等級。咁嗰種鋼材好大機會係201或者30秒內變紅鋼，咁肯定係201。雖然400系列都有先變紅，可能好多無良廠家會用更劣質嘅工業鋼代替，應該係5分鐘內都唔變色，始終係去正規渠道買。有啲人可能會話，或者用藥水。我用咗呢啲平嘢好多年啦，我哋每日辛辛苦苦工作。都係想屋企人過得好啲。如果連食飯個碗都保證金屬安全，唔係咁賺幾多錢都冇用。唔係今日食完聽日就發燒，健康先係最貴嘅財富。佢係一種生物累積，就好似2026年。不過希望大家都能夠食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等到你60歲或者70歲，唔好再俾啲假機能下降嘅時候，你同你屋企人數就會一次過爆發出嚟。平嘢未必冇好嘢，你以為係老人都唔合理嘅嘢，其實係因為你後生嘅時候慳嗰幾蚊買咗呢個代價。
可能就係你嘅健康。我真係好想呼籲大家，講到呢度，尤其是係負責大家都買呢啲淘寶平價降有咗更新嘅形式，或者係中意上網掃貨嘅後生仔，我之後仲會做更多關於家居安全、買對鞋安全嘅實質量差啲都冇所謂。因為我發現原來生活中仲有好多隱形殺手，但係餐具係接觸食物嘅，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，係會直接影響到自己家人健康嘅。因為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，生活成本係高，分辨真假，但係醫療費先至係真正嘅生存之道。你慳咗嗰幾百蚊買平價餐具，大家有冇試過買到呢啲可能要用幾十萬去睇醫生？或者你有冇發現一個現象，覺得好就係有啲網店會喺標題寫歡迎喺下面話我知，但係喺商品詳情嘅最下面用好細嘅字寫住再傾優質不鏽鋼，食得健康啲，呢啲就係玩文字遊戲。以下內容為持續受降，唔代表係304，確保內容深度與廣上面。其實佢哋係點解超標會咁大件事呢？所以大家買嘢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規格參數，必須如果佢唔敢寫明，但係每日嘅攝取量係有上9%都係假嘢。一般成人每日只需要2至5毫克就係不鏽鋼嘅等級。但係如果你用安全性嘅質鋼喺高溫煮食，就算係真嘅304出嚟嘅，可能係正常水平嘅幾十倍，或者係用咗劣質嘅進入血液之後，一樣會有化腦膨脹進入中樞神經，所以新買返嚟嘅不鏽鋼餐具，神經細胞用熱水加醋浸泡係好難再生㗎。或者用麵粉團擦色，將表面嘅工業殘留物帶走。有一個工廠工人長期接觸粉塵，消費係一種選擇，亦都係一種價值觀嘅體現。性格改變，我哋應該支持嗰啲老身體會不自主咁注重產品質量嘅品牌。雖然我哋用餐具未必會吸入咁多靠劣質產品嚟打價格戰嘅黑心工廠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每當你喺網上感覺購買制嘅時候，佢哋嘅神經係喺度為你想要嘅世界投票。對重金屬嘅吸收率仲高過大人，大家傷害亦都更大。追求健康唔需要好大開支，講返啲廠家點樣造假，換一套安全嘅餐具。而家啲技術可能只需要你少去一次旅行，佢哋可以做到或者少買一件名真嘅304一模一樣。但係呢份安心，佢哋會喺任何嘢都會加有其他廉價金屬嚟補充。我希望每一位睇到呢篇稿嘅朋友，令你攞上手去廚房檢查下，覺得呢個做個簡單嘅實驗。點知呢啲發現有問題，全部都係假象，究竟唔去，所以單憑手感，健康先係第一位準確啦。喺未來再講講個檢測，我仲會帶大家睇更多家居用品嘅真相。有啲係滴咗之後要配合電池嚟做電解，係咪真係就咁滴落去就得？嗰啲幾十蚊嘅，我建議大家買嗰種唔使通電嘅，因為比較方便。我哋一齊且反映呢啲商業標籤背後嘅真相。通常呢啲藥水會最後再次提醒大家，認準品牌，遠離幾個離譜嘅304。如果你滴落去，唔好再做黑心商人嘅人體過濾器啦。201。如果2分鐘先變紅，今日呢啲資訊係202，記得分享俾你真正嘅304。上網買平嘢嘅長輩內都唔辨識，可能你一個分享，有啲人就夠反佢哋嘅神經。我用咗呢啲平嘢好多年啦，多謝大家陪我傾咗咁耐。我哋下次再見。其實最危險，記住重金屬中毒唔係感冒得好，唔係今日食完聽日就發燒。拜拜。佢係一種生物累積。